巧克力砖半成品是瑞士的还是比利时的？都不是，这是从原料到加工正港 MIT 的巧克力。基本上只有在台湾，只有在我们这里可以买得到100%的。可是那100%以前人家说大概70%的就已经很苦，是苦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能够做到100%，它又不至于苦到让你难入口，那个就是一个技术的所在了。加工技术不公开，邱志宁嘴角掩不住的得意。他和父亲一起从无到有打造巧克力梦想。稍微敲它就破掉。我们做的巧克力就是从那边取出的。巧克力的源头就在这里，利用屏东丰沛的雨量，可可树把槟榔树当阳伞。邱老板说，他就吃台湾雪的可可树，枝条硬是比国外还软，有不同口感。果树要是软枝的话，水果的甜度都比较高。所以你的巧克力梦，现在你觉得成了吗？已經夢想之中都體進行。凡是買嘅東西都容易都成法。工作就會成法，鼓手會三萬做。工作就會成法，鼓手愛三萬做。工作就是生活，所以要用心經營，對不對？那你經營了這8年，你覺得到現在你看到的成果是什麼？我們已經把起跑線畫上，起跑線拉起來了，對不對？可可豆收成、发酵、晒干、烘焙、加工一条边全自己动手。50多岁才毅然转型的邱老板，边做边体会苦中回甘的滋味。一家人用8年的时间证明，台湾 MIT 自己种可可树、生产巧克力是可能的，也希望让它成为客家庄的产业之一。工作就會成法，鼓手愛三萬做。工作就會成法，鼓手愛三萬做。